哎呀，各位聽眾，這禮拜我冇聲了，笑到要死了。冇聲，等我啉水者。這禮拜特別嘅變是小叮當加阿 B 沙拉瓦阿 B， 沙拉瓦學嘅我叫咩？唔知哦。咱個叫人叫沙拉瓦。沙拉瓦哦。不是沙拉瓦大到落喵嘅。唔是。個會就冇。個會就冇寫咩得隻㗎。冇講。你只出名咩？阿 B 幾世界人知啊？差唔多。誒，這禮拜嚇電當單真久啊！我俾吹一個，我定要教阿媽講，唔係啦，做咩講臭話？但我講冇啊，但是咱冇講起來有真濟人嚇。當今都真係冇乜用學緊話咧，是真濟人講過嘅事啊，我都未記起啊就，所以就我特別吹一個，即係家己講真正教講臭話，我在古靈之只教講臭話，特別古靈之個冇啲啊。我看古靈之冇啲啊，古靈之講阿花乜只教講特別單未掉阿花個做工，古靈之個冇啲，當今所即係小叮當講嘅只教講臭話，所以我特別滿意隻，是唔是？你只教講臭話小叮當？會使啦，會使啦，阿 B 咧，阿 B 吞食啦，吞食啊！你隔那邊是寫條臭話 expert 呀？耶！啊，錯咗number one 咯。阿 B 咧，阿 B 講哦。我是對見小叮當講啊。哦，對你講啦。係啦，咱問小叮當啫。小叮當，你幾歲起？我講臭話。幾歲起啊？一隻大漢文了咯。一隻你講18歲19啊，肯啊。哦，大漢，但是這囡仔聽到這唔通聽這節目，咁咪去教你媽咪講叫佢冚去。去甲媽咪講，這個節目你袂使聽，咁咪去冚去聽下禮拜講別項物件。袂啦，這個小妹這邊咧學見節目，教了囡仔袂使聽，本嚟。但你反覆袂使聽，然後講佢聽下嗱，這你媽啊，這若是你安啲你驚，若是細漢佢18歲嘅袂使聽嚇。好啦，講啦句啊，當然袂使聽呢，特別會使 record， 會使 download 條件呢。來當然，咱特別句啊，這大人大隻嘅使聽囡仔句袂使聽啊，囡仔走，冚去啊！叫你麥笑甲18歲時間來聽。18歲時間來聽，18、9歲是你去到我，但是學等我對嚟啊。嚇，冇啦，到個下會參朋友嘛，恁我係爸母有講嘛，當回事。你老細時講啊？冇啦。哎呦，唔知我爸到個下單日嘅一邊阿婆，我從小單日啊。因為係佢講自賣機啊，嚇，寶寶，咱嚟講臭話，其實臭話咱真濟嘛。咱普通咱聽到臭話幾項，咱講第我算啫。講臭話，藍帕啦，蘭椒啦。你 normal 係你冇講就係咩事啊？優秀地名啦，還是嗰隻標要講嘅啦？嗰是咩？地名哦，是咩嘢咩？啊，當邊啲人這邊嘅標要講優秀嘅路地名嚟嘅，很雷路就是雷路，雷路啊，了咁你咪就知啦。講句冇清楚。跟你咪抽字啊！只係嗰個寫寫啦。了個有係咪啊？鋪無驚咯。哎，我唔係聽句喎。哦，鋪無驚個係咪驚？真濟嗬？哦，真濟講袂了阮啊！有強姦咯！哎呦 ，I feel so vulgar。真拿三看你唔去整嘅。錯話 number one 啊！你講
哦，錯咗 number one。哦，錯咗 number one。 paper 哦，特別我每咱講臭話係有真有幾若項無相款嘅。咱有一個是咱細漢時講，成個咱講成個講咩啊？咕咕椒。嚇，係你是咱水臭話嚇，咕咕椒是臭話。冇啦，姑姑即是唔是講臭話本嘛？搭波嘛有姑姑椒嘅，嘛有把條嘅嘛。八條，八條是臭話。八條是 sausage 呢啦。我識咗把條。臘腸，臘腸。咱一個朋友叫臘腸。嚇。แล้วก็บ่นั่นหา咱講กินน้า講嘅啦，咱唔是臭話，唔是臭話，冇可能講กินน้า講話你看，咱講臭咩啊？咕咕椒，咕咕筆，卜是水，卜是水臭話，卜。B B 咧 B B， 咱講 B B 哦，B B。B 冇講卜。普基咯，特別你知我是安怎講，我其實講普基，我是辣大時就講啊。哦，我辣大咪叫咖撈嘅時，我就講普基咖撈落海。我是講自擺落海了，是啊，自擺落海啊！我朋友就講翹起來，後尾去菜翹起來。我個人講普基咖撈一餅、兩餅、三餅、四餅、五餅。哦，掉解啲這餅啊！我用閃妹掉，時我咪見啲罐，叫條罐啲咖撈，拎落嚟，我都咖撈一餅、兩餅、三餅、四餅、五餅、六餅、七餅啊！แล้วก็มี嘅，但係我薄薄一個ก็ไม่มี嘅，嗰啲กินน้า講嘅。見那個應該是差不多安尼款嘅啦。你是等去下簽，特別講臭話，其實咱臭話是嚟罵人嘅時。嗰是水臭話嘅，唔是是平常時咱講臭話係咪？你講咱平常時咱我冇講。嗰次你特乜都冇講過。講係咪乜嘢？臭字派臭字。即係罵人時講嘅嚇。嚇對，臭字派你把差唔多乜住嚟啊？你講咩？你睇下面個住講我。哦，我記得下。Oh yes, can I help you？ 你個咪講過，個咪冇想。你個那是這裡是咱講，咱這邊是跟水臭話嚇。實啊，哈物件，唔知無明白臭話，這是就發明嘅嚇。這就是講個說水臭話咧。有啲人講聽到細漢時，你講卡吹門，佢是講臭話啦。I think 啊，那是咱長人較驚歹勢啊。咱長人無插，咱發己歹勢物件，咱家己都算臭話去啊。假如講咱長人咧，咱是對迄個成個 sex 物件，嗰時就冇咩甲講嘅嘛。你講你 sex 八啊身軀，咱人身軀，咱八啊大包有就愈大我有嘅物件，但係你講咩啊？咕咕椒嚇。但係冇啦，小叮當冇咕咕椒啦。小叮當伯伯，小叮當阿蹦，你阿蹦咧嚇，阿蹦咯嚇，阿蹦，你是咪是咱講，咱就是你阿蹦，其實阿蹦都唔是臭啊。阿蹦那是咱無講，細下時咱無人講過依個查某嘅普基，係咪咁都冇講係嘛？就是咱就講，咱福建話就講啊，咱是變咗，咱當人歹勢數，咱就變咗去別行話去，叫阿蹦嘛。特別你講阿蹦好，咱去食阿蹦嘅時時，我就下你物件咯。鹹咩？嘅咱腦垃圾冇鹹咯，係咪？鹹。我是安怎袂啷啦？按照咱當人安尼行歹勢，咱都免家己哪講嘅是，咱但是講嘅你趣味嘅咯，咕咕椒咯，咕咕筆咯，安尼咧特別咱無用正刀咩啊？我袂啷都知唔知聽正人學嘅話，正式刀是叫做咩？正式名。咱咪是叫，做咩是叫咕咕誒？冇啦，咕咕是囡仔誒，叫蘭椒咯，蘭椒咪是較普通嘅啊。啊，是本是較錯，本是水錯話啦嚇。其實講錯話嘛，如果咱罵人冇罵人照驚。
對，咱咩人冇咱咩人是無講，你嗰個乜啊你？你就趣味啊！啊，無，係你唔是屬於講咩人啊？結果都係人笑到有，唔是。你試下嗰個係杜蘭啊，唔是杜蘭。對。我杜蘭啊！誒，其實我未曉咩意思，我唔知是意思係咩。你知係咩意思？杜蘭啊！有你抄我唔知意思係咩。蘭我知啦。啊蘭。杜蘭係咩意思？人杜嘅蘭咯。有咩？你是杜啊？無啦，一杜蘭 means like 起紅路啊，肯啊。成堵成激掉那堵路呢啊！啊，起紅路咯。哦，แล้วก็一個啊，及小嘛最常話啦。嚇，及小問及小啊。及小是啥？即係即係，咱特別搬起來講喎。有咧抄話，咱咪是特別講伊個表面嘅外面嘅意思，加伊正式內面嘅意思。像咱講杜蘭，咱無是唔是講只你叫起航女蘭嘛？對，你是，伊正式伊個一個字講咧就無像杜嘛是起航，蘭嘛是個不咯。但是你參起來講是杜蘭，是變做成個就灰豆是叫做杜蘭，對唔對？啊，灰豆。所以你看真正前面咱唔是講當然咱唔是成日講臭話，是講雙名人嘅。特別咱講臭話，就只係邊啲福建嘅節目啦，咱是要個研究這學這藝術咯，就。係咯，後尾是叫杜蘭，我可能是講杜嘅蘭嘛。有，咧也是嚇。伊是杜，一嘛是逼咯，爛，因為爛椒爛咯，對，你一個是好，或者研究咯，咱好，咱唔係研究啫，好，變嚟參與就變做是灰度起航進，起航係你人，杜爛係你人啊咯，แล้ว個你咧及小誒？及小，但係及小昂啊肯啊，啊成日諗我肯咯及小昂咯。及是有咩？啊，怎叫及咧？那個就 Gapster 啊，嚇 ！Gapster，我見 Gapster。你話聽佢阿 B，你話聽佢 Gapster？唔捌唔捌啦，一定變嘅，一定是變嘅。那個變嘅，㗎啦，變嘅臭話本來係。Lagi abi lu bamban owak kalu. Lu bamban owak kayak gue jadi tu topik ya pak. Topik ya masih gue tu lah, ceng pindah hokian ni kau tu je. Kami si kapster, kami si tulan. Lah kau kami go kami kami siapa go kami. Taman lu kong gue, taman lu kong jadi list mah. 有咧真冰冰啦，超級會話你而家夠錯，係你就真冰冰噶啦，錯，係啦，你夠錯，冰冰咯，冇啊，真錯咯，特別係你意思嚇，係你意思咧，係你意思參起講，你就講你就知意思係咩？特別伊唔是伊無變你意思，伊意思是像是伊目的誒，是被就係講個真係衰就對啦，講個都真衰啊，真衰咗真毒哦，係你嚇真毒哦。就係阿嬷是講，tooth your mother smelly tooth。啊 ，smelly 下掉。係你真臭啊！你真臭。錯真無好咯，地好時咪講啦嚇。哎呦，地好時咪講，真嘅，留起來食起好嘅時間講。你係是講人未人係咪？你係是講人未人係咪啱？你老母啊，安尼安怎咧？唔是你老母 ，is like 恁老母。啊，恁老母，恁老母 is like 你嘛？啊，有點解我當我是只隻你嘛？咪是只錯嗬？啊，啲是只 day version 啊，呢是 day version 喲。啊，依部係你頭前，係你頭前病嘅啦。啊，頭前病嘅，咁你老母啊？冇啦，我嗰次你跟你老母。老姑係咩數？老母。哦，老母嚇。你是新加坡話啦。係啦，對。啊，你老母啊，有位爸就佢就講，
啊，鋪呢不？掉，我基本我一個人本就講講鋪了無？死我也爸不得打掉我都冇好嘅。夾手指鋪咯，鋪是有咩意思？鋪是叫做排啊？鋪都是排啊 ？It's no, it's like 嘟腰。哦，加你干上意思啊？干上食物，上意思啊？哦，我唔知喎，冇咧成講，哎呀，鋪嘅我半絲成個咩都咩你個半絲，撚叫鋪嘅我半絲呢？唔是鋪嘅半絲都唔係鬆鬆嘅半絲啊！哎呦，死我唔使講鋪是臭話嚟喎。我成日特別講啦，哎呦，只鋪嘅路冇一百好係啊，但是講上咩路咩冇一百，冇一百好係啊。我唔就係講鋪是臭話嚟喎，我唔就係講鋪是夾之類干上意思。你好，講咩講嘅記咗？鋪嘅路半絲啊，我喺你諗到勁啊！我講啦，佢哋人鬥唔鬥啦。講cepat mari come I open for you 喲buka ketam 唔是 ketam 叫咩ham 叫咩 ham 是ketam 啦ketam 是 crab 唔是啊尖嚇尖 ham 即係你腳本嘅男士哦kebun abo kerang ha對 kerang 你個未來剛剛講緊我哎呀佢咩笑笑話個咩未記啊好笑未記佢咩笑話就係起航先啦但係咩就愛好我啦咩我都係咩咧我湊我嘅咧出嚟了就未記哦好笑未記了啊雲南係就講普吉馬咯普吉馬雲南是普吉馬咩冇啦雲南伊朗都愛講普吉馬油啊普吉是雲南話嚟係福建話嚟福建話用我一個咧自拜咧自拜嘛是福建呢是安怎雲南有聽呢伊拉有咧雲南唱定人家姐啊嘛，但係有聽，哎呦臭話家姐係咪識男友講嘅啦嚇？哦，伊人見啦，有咧嘛是講自拜油、蘭椒油係咪油嘅了但我就咧蘭帕是唔是活了活？所以我知，嘿 ，I think 是較 proper 嘅 term 嚟 ，I think 是哦。是咩是錯 ？But still also same like 臭，上加臭話。I think 是，冇可能嘅句式嘅，假如你攞入血啦，你攞入冇啦嘛。但是你講南，但是你唔會話你講南怕嘅錯，還是血嘅錯，我 feel 到血嘅錯嘅。嚇，你聽伊聲，很血嘅錯嗬。安怎嗬？我 feel 到血嘅錯。血嘅唔是。南怕冇咪夠錯。大南怕。我只打電話我等佢先聲名嘅大媽 LB 我叫 LB 我哋南怕嘛真多啊LB 我講係咪你南怕當時唔是都未驚咯嗬未驚得快嗬南怕都南半大人係咩人呢是半大人係笨蛋啊，無慢數做物件啊，哈呐哈。南帕大細粒是啥物呢？南帕大細粒咪是啲數大細銀。咪是啲啥物嘅講嘅？南帕大細粒，無啦意思就係南帕大細粒，就咪是啲大細銀啊，哈呐。大細銀就咩意思？大細女啦。咪 Mercedes 大細女係咩？意思想南帕大細粒嘛，大粒固細粒，一成咧 Mercedes 有大細眼呢，係你咩？係冇得大細眼咩？我比較聽喎，冇上 size 啊。冇上 size 啫。呢個上學講咩個？
我就知特啲有物嘅講嘅，唔是特別你看啊，特係頭一個小冷房啊，特別是八斗個人會講嘅，because 咱講只物件，人只想到講白字是人個聽過啊物件，但係只物件有可能個無講個無可能嘅招嘛，誒歷史呢度講未了嘅，乜嚟講未了嘅。阿 B 咧，阿 B 有咪臭啊？我冇咪曉學見嘅臭啊 ，because 我頂到邊啲是我冇咪聽到，有聽到啦，聽到應該是有啦，但係我冇講啦。講咩啊？笑話。你細漢嘅書啊，應該。啊，冇啦，我真正經嘅。正經嘅。嚇，真正經。是唔制正經㗎？正經嘅時候未掉，係咪唔記得講啊？講下咩哦？嗰時候我看咱落估啊，20分鐘呢，巴魯。會想到誒。想話嚟了。喲，還沒來？呀？你叫咩啊？沙拉瓦人叫咩？拍鵝。拍鵝。唔叫拍鵝啊？我都唔見啦。阿爸錄阿爸嘅事錄到落錄崩配。我別啦，我冇幫配，我跟他呢，我點當晚不個食呢？我諗羅漢嗬，特別鬥幫配嘅。幫佢裝個多先係唔是，我計剛幫配啦，出嚟啦，哇生！真係少少出嚟嘅。我冇，我唔係行到我處理嘛，唔係行到我卡處理嘛。我那時我幫配啲我買，我唔敢用嗰個把刀。แล้วก็มีก็冇แล้ว臭話冇แล้ว啊，安尼啊。真濟，好喺我想未到。我有時候冇啦行隻啊，又行隻小隻一個嚟接落去落啊。未啊，我記得都行隻啊。係啫。我記得叫我哋行隻，當叫我小都要做寫隻 list 起來啊。但係時咧，各位聽眾，我是叫這個小叮當。個小叮當講你想看那是你係玩小人嚟，你頭整架都把一粒落去，你要咩咩？我咪嘅強幹咯，一路講到尾係咪咁你咪偷自擺啦，係咪嘅浸加老師啦，係咪唔咁有讀詩人嘅讀嘅冇人有啊嚇，你個一般詩啊 ，OK，但係你講強幹，我唔拉實對強幹就係錯門啊嗬，真係錯 ，because 意思叫路，意思講。係咪意思咧？就講是意思講強幹嘛是頭先我講係你起荷人幹意思起荷人啦，是接不起啦，十方，是只是起荷人，佢就是只讀本咯，是成個你是叫咗人強幹路嚟咯，對哦，係咯，叫人去強幹路啊，係咯，強幹是唔是起荷人啊？還是強是？甚至強幹阿面起荷人鋪啊，起荷人鋪。我點會教我媽別使聽這 episode。你係你接我垃圾真錯咧。起荷人，意思就是，because 我特別是聽人講強，我是想講是你成個真係強咯就。等人只是強是強的，特別唔是意思 actually 是當你是 strong， 特別唔是意思起荷人。都強幹啊。Something like that 啦 ，but it's not that 你起荷人安尼款咯。你是特別讓你是垃圾講但你講咩？你罵係咪？你罵臭字擺你是對錯係你講。嗰個錯咯，講緊佢林罵喎，咁唔錯啊！講為罵自閉臭，講為罵自閉臭是唔是啊？係咪？佢自己嚟罵嚟講就真係錯啦，嗬！佢自己個人嚟罵，而家人佢見咩咧？咪見個比較堅。還是講人未話罵安尼款嗬？我講你有屁鬼咩？你話咩？就係我罵自閉臭啊！係啦，佢哋講係到時咯。我到時在咯，下次個事。係嚟國家亂國家。你其實根據威嘛，我咁唔制。你話會出事咯？你講。
死咯！嗰個死啊死！一贏氣氛咗。嚇！你特晚 OK 啦，其實講啦，講緊講句啊，其實講句啊 ，cancel 而家，แล้ว一個嚟 cancel 嚇，呢嘛，特晚咱唔講呢嘛是叫擼嘅嘛啦嚇，是 day short version 特晚咱講啊，day short version 咯對。嗰一個近年呢，特晚咱唔講。近年呢，這裡唔比較 explain 就係嗬。近是想啦，近啦係你是。近年呢？但係咱冇講近係咩？學緊我叫近叫做咩？咪是近咯，咪你是算咗抄我啊？那是咗近，那是想講，那是咪講人少近？你按咗講，那是你不用講學嘅話，你那是不用，你字嚟講都不用按咗講，對唔對嘛？嘛，是 OK。做愛，做愛。那是做愛個冇想哦，做愛加書本嘛，冇大家依講，你愛近話冇啊，肯定。冇，嗱先咱講咱咪講，所以咱咪講成個小間的事，咪講。係咪會按咗講咧？那是會講嘅話，即係小鋪本加書本咁。係啦，鋪嘅小鋪係。小鋪啦，那是叫我唔知得個係。等你每咧博士先生啊，即係妹阿龍噶，即係變人家群，那是咱不用學嘅話嚟講，人哋做愛嚟講，咪講做愛嚟講，係咪話講咧？哦，แล้ว那是咱咪講，我就是講按咗算咗抄，按咗冇算咗抄，那是講咱講伊甲伊嘅大波，伊甲伊嘅翁，伊甲大波人啲小間，隨咗抄話呢？I think 是上啦，I think 是上噶。我同我講嘅，咱比較真係等人係，咱真係歹勢嘛。咱安尼無插，講咱關係嘅，你 sex 咪嘅，咱就隨咗抄話嘢，I think 哦。你講是唔是？應該是安番咯。無咱就是講，咱老人，哎呦，你看老人真親愛哦，老人間包啲房間裏面更加亂。你就成嗰隻菜啊條，咱未識，咱冇嗰陣壞話啦啥嗬，佢咱等人冇嗰陣壞。冇人就講話鋪加鬆鬆啦，係咪啊？係咯。講較書本嘅啦，咱冇聲。講較書本。咱成日都講啦，喂，杜加鬆鬆啊。杜加鬆鬆。杜加松松不是傳聞啊，是垃圾掉。I think because 杜加松松嗰邊杜個真係 graphic 嗰就杜你成個你可以看掉啦。就做啦，就做老闆。然後頂多是頂住禮拜先嗰時講哩啦講笑，哩啦講意思嚇。頂多人講句啊，哩啦講嘅意思呢，人去各位去你講咩呢？是啊，你是再講哩啦講嘅意思係咩？你可能解釋啫。你未曉咧，學你就哩哩，你就講一大邊啦。康。係咪是意思呢？即係意思係咩？我是聽人講嘅哩哩啦，講實是人嘅自敗啦嚇。錯話嘛，當今咪講錯淡薄，哎呦嚇！冇按照講喎，冇按照講，你就是冇講自敗，你按照講我都未，你都未用學緊話講啊嘛。條本咯。特別咱講鄧人是叫咩？較書本嘅等咱鄧人叫咩？薄哦，薄咯。OK， 你食較簡單。冇是喊咯。喊咪是較錯，喊咪嗰時候派，喊咪虎，爆虎啊！阿 B 又講爆虎 ，Abalone。喲，我做我唔敢食啊，甚至啊。你看到 Abalone 才看到阿崩啊！係啦，看過你頭你發財你甚至啊是豬事啊，個係你發財啊，或係你一地膜。個差唔多其實幾哩咯，喲，甚至啊是隻味咯，問咗就係差唔掉啊！了個，但係你講哩哩啦，講是講未就未講。伊我是聽人講咧咗哩哩啦，講啥自敗嗬，零有哈，自敗。
哎呦，auntie阿 John 你媽的 auntie 別使聽，歹勢歹勢。所以做做變成查某安尼款呢，咁我咪當變成咗咯。誒，或者人誒，即係listener gathering 是都加來啊。係按照個 A 死，係你真係當變成，唔係嗰招睇。唔加來啊！你對佢清楚落去啊，立咗係。呢個對情係你 ski gap 接嚟啊！不，你話當見到叫小叮當啊，或者來時叫我把你名啦。Oh, my name is Angela 哎呦，一係你嘛唔知有可能白位買你，知道你怎麼叫你看你啊？特別冇，即是咱唔是講俾錯人，咱當然是咱是俾半啲人叫 Angel，嚟 Angel 嚟講冇了個薄令啊，薄令啊嘛是成個。讀坑啦，讀坑。你嚟講讀有聲，噔啊，係咪？所以係咪就冇 feeling？有可能是啊，maybe 是唔是有陣時唔是薄嚟，有陣時是伊人家隻身咧，即係食掉。人家真啊咧，咪成個嚟講咯。其實講差不多啊，係咯。哎呀，點解我叫埋你動門？佢不叫埋你動。把你當好食哦。成日咱講就見節啊，人啊，我頭先講就係咪咪叫係咪好節？除咗食爆虎發財，我買隻。嘛是好節，哎呦！好食本好，我們成隻係煮嘅你白菜啊，白菜。哎呦，我唔該食鹹喎，特別我唔該食鹹。佢啲鹹就冇頭毛嘅。對，tapi lu i uno種嘅，伊是kerang rebus 加 kerang bakar 嘅，kerang bakar 較好料。kerang bakar 是大大嘅啊。啊，大大，有 ini sauce 大大嘅胖胖嘅。哦，成個薄薄嘅會喲，古巴里凍。胖巴。嚇，吉巴。啊。吉巴自己呢，等嚇。唔是，一隻成個一啊。哦，係對，多一卡，對。不知我俾講啊，佢係見我是撥。你告訴我，是撥咧我，誒，呢個聽，未了個，但係我講你呢個，我俾嗰個字，係啦，就是我特行嗰時間節啊啦，但係啦，你啦啊，即係把你動啦，我講把你動是講，嚇，把你動好笑，我係真字 I B 嘅。OK，但係講啊不，但係講一半，我講近年咧講冇了個，我講近你告訴嘛，啊咩意思嘛，แล้ว你呢什麼？唔知本來一直又可能人講近年咧，咪啊近年咧咯。係咪意思咧？近係咪物件咧？到底是近年咧？一時啊肯講。哦，佢是你老母嚟講呢是近路誒，呢是成個馬咧嚇。對。哦，那是各位聽眾就人嘅曉是，咁樣叫我網頁訂就一邊你學緊.com 去教我啫。你呢？上面是錯咗 number one， 嚇，就是錯咗 number one， 除咗一個小叮當，แล้วก็要小地名，咁你講 BLU 人就講下，BLU 人講，要小是地名咯，要小地名，好似上意思咪是哦。要小地，這是你嘅都地名，這是你啦，這是你人啦，你啦，唔是講你咯，嚇咯嚇。然後但係你講隻瀑布嘅，係咩？瀑布嘅，伊咪是西蘭椒嘅啊，嚇咯，瀑布嘅啊。瀑布唔是瀑布啊，是變做成個是瀑布啊！哦，哎呦，死嗰個錯，嗰個衰。特別意思可能唔知呢，有可能意思是成個啊，你死人驚啊，嚇，死鬼驚啊，死人面啊，死人面。哦 ，accident 嘅面，係咪咪叫面？零特別講嘅 accident 面啊，係咪 accident 面就咩數？你人嘅啦，你人 accident 面係咪好車浪嘅面係咪咪叫？落死啊！嗬，落死人啊！你而冇一地村啊！冇一地啷寫字咯，問佢字啊掉一個一個小叮當咯，你個叮當去的，當槍去。
未啦，未講槍啦，哎喲，人家地面淡薄啦，見面淡薄啦，幾年？淡薄啦，是哪年呢？你咧？看咯，看咗你咯，你咯個簽淡薄啊，肯咯，還是肯爽爽你咯。伊看伊赤獻嘅第幾邊啊？伊抄話赤獻嘅第幾邊？獻啊第300邊都是哪年？地面哪年？頭前迄個凊彩頭一啊第二啊，你啊幾節爾咧？季節哈，不過有時人唔是講啥欠命人，你知啥個朋友啊，喊你知即係喊嚇創地啊，而且你是無意思啊，喊咯。你無面嘅啦，你無即係無面呢，想白白喊，唔是講人命人啊，是喊物件，我朋友咪是少少，佢咪是有你啦，到對係是喊物件，一咪你到對啊，喊了。有咯，成我當時成我朋友拿出來，哎，你試抄字班真冇拍電話話。哦，你試抄落，抄落咪是咯嚇，抄落咪是咯。嚇，標要佢只本講嘅抄落誒咯，不要拍電話試得落咯嚇。對。嚇，喊咯。抄落。你學我都試下嚟啊！好似誒，那是當然咱差唔多好厲害啊！咱講30差唔多3個分鐘啊，各位聽講，那是你人就是個笑掉，係咪往無講掉會抄話呢？啊，當然咱都要等要倒算起來看再講者。來，倒算，但係咱講過物件，你試下起來看聽看，但是有冇聽到誒？未必句試下嚟講，咱講嚟頭先係咩？但係咱講咯，爛椒咯，爛椒、爛扒，自擺撲機卜卜。啊，自擺撲機人家跟你嘛抄自擺撲你冇撲機嘛。跟你呢？哦，食秋瓜。跟你呢？跟你呢？強幹。有時對面。啊，有時對面。撲你冇？去荷蘭幹。啊，撲你冇？撲冇驚。撲冇驚。你嘛？抄落。你嘛抄自擺。夠我咪爆槍哦！我啊，了一定是那啦。啊，那是你各位聽講咧啊，有佢話係咪笑掉係咪抄我都冇講嘅呢？你睇咩希望朋友邊個見到佢咪寫起來，但是你真濟係那時你算啦，超算啦，是你個500你冇講過咧，你睇咩寫 email 係話 online@gmail.com 咪是叫我朋友訂 email，嗱寄一條 email 跟我講，然後我過來拍電話，你成日我烘焙即個啊小叮當，加即個阿 B 嘅呢咯。即係阿 B 冇咩有講啦，嗬，跟我想，特別冇我不就搞本啊。innocent 嘛，怪驚我 innocent 嘛。感謝嚇各位聽眾嘅收聽，感謝即個小叮當加阿 B 嘅嚟講參加我嘅節目啊，感謝誒禮拜個再見啊嚇，希望嘛就是曹思話講你是錯啊，係啦錯。你冇幫我你把聽之類。別使，阿冇嘅安尼乖啊喲！哎呀，其實講啊，等一人咪是人咪是加正經，講錯話，大家做得較無好咩？你咪是做得像，你咪是像這樣子人嗬。有啲人啊，隨無講錯話，心裏面覺得啊嗬。啊對哦，點搞假死人啊！啊，點搞假死人對啊！人看咩車，當今看咩開出去大門一樣鬼故。去大門一樣鬼故，我見你啊，對，哈你是嘅白人多來嘅，還沒來死咯。因唔知愛落龍溝坑啊，還是站板坑？站板坑搶去在鹿港。感謝各位聽眾，禮拜再見。咁樣去 practice 嚟抄話，冇看點搞假死人啊！感謝啊！